高雄市环保局去年针对乌白蛋熏头是开出8000外张的罚单，罚超过1000万。其中有一个民众是连续2天互检举，伫90分钟内是拢中蛋15支的熏头，是罚8400块。 民众甲乌多摆停伫左营这个路口，分一支接一支，食完就散手等伫咧路边。这个洗出来查甫人连续2天互检举乱弹熏头，拢总15支。环保局考量时间、地点因素，最后并发开7张罚单，拢总罚8400块。环保局表示，去年甲打环境卫生的裁罚拢总有17000外件，其中以乌白蛋熏头占上济，罚款超过1000万。今年5个月案件嘛比去年同期加倍4成，开处5542件。 裁处金额约698万元，今年至5月裁处2677件，约335万元。因烟蒂含有塑胶微粒难以分解，呼吁民众将烟蒂丢入垃圾桶或烟蒂桶，不要乱丢水沟或随意弃置，污染环境。若无法用去底下家己起垃圾桶啊。啊，你知影熏头也袂当乌白蛋无？袂使，会啊会啊，我知啊，袂使乌白蛋。乌白蛋会发啦。 虽然环保局有加强处理，嘛有甲店家合作，伫全高雄市656个所在放蛋熏头的粪扫桶，宣导熏头袂当乌白蛋。不过，咱行伫文兴路的人行道甲看，无论是水沟挂顶悬，也是车路边啊，四界拢是乌白蛋的熏头。有店家认为这是公德心的问题，爱对教育做起。还是要从教育啦，因为我觉得我们教育真的是哈。 就是我觉得我们教育是有点偏颇，因为我觉得现在就是大家要缺少那种公德心呐、替别人想的心呐、而且觉得说自己方便就好。环保局强调，熏头的成分有塑胶粒啊，若是弹落去水沟底会污染环境，且民众一定爱担粪扫桶，避免危害环境，也个人罚钱。记者柯家族赵雄高雄场报道。